4號馬財高八斗係大熱門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飛越風啊，大外檔財高八斗啦，中間萬霸區啦，內欄大面箍第4位有包勝啊，出邊綠色衫打晒邊嗰隻呢，仲有放下自在啊，中間位置呢，就係呢隻中華1號出邊米酒寶啊，尾5保羅威威，尾4轉色傳奇，尾3呢，仲係喜悅名區後邊兩隻，咁啊有呢隻隨你中意同埋隻金磚5角啊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前面呢，就財高八斗貼到難放啦，打咗幾邊走咗上嚟拍住放，仲有放下自在㗎。第3位中間萬霸區出邊米酒寶，內欄呢，橙色衫飛越風，移咗出去中間呢，有包勝，咁啊揈出去出邊㗎啦。保羅威威啊，中華1號後啲先有轉色傳奇嗰啲馬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財高八斗仲係佔先嘅，咁啊見到跟住第2位嘅馬呢，就係呢隻放下自在，財高八斗都好亂龍嗰啲腳，但係仲係一路佔先嚇。飛越風響中間，最出米酒寶，後多少仲有包勝金磚5角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，財高八斗仲係佔先一個身位，放下自在追佢唔到㗎啦。中間位置有飛越風，出邊呢仲有中華1號，接近終點財高八斗一出即贏啊！第2名飛越風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有喜悅名區啦。中華1號呢就相當接近啊！哇，不過頭300都嚇親啊！嗰隻財高八斗直情係亂晒龍啊啲步，咁啊好在後尾啫出翻正翻啲步走翻順，結果贏啊！飛越風第2，中華1號係咪壓住隻喜悅名區啊？贏就係4㗎啦，財高八斗、梁家俊跑第2名7號嘅飛越風奇普敦，第3名9號嘅中華1號柏寶，第4呢3號嘅喜悅名區喎。哇！呢隻好分啊，3號99倍，財高八斗俾佢。